2025季港澳旅遊聯盟座談會9月30日上午10時在澳門君悅酒店舉行。旅遊局副局長司徒林麗表示，澳門與貴州頻繁互訪，進一步拓寬合作空間，為旅遊領域更緊密合作奠定基礎，為僑澳兩地業界搭建交流平台，推動客源互送與市場合作。未來期待依託雙方優勢與潛力，進一步拓寬合作空間，實現互惠互利的雙贏局面，為兩地旅遊及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。貴州省文化和旅遊廳黨組書記、廳長楊向東會上介紹貴州旅遊資源、貴州多元的民族文化以及宜人的康養氣候。去年貴州接待遊客7.02億人次，同比增長10.4%。自貴港澳旅遊聯盟成立以來，雙方在客源互送、品牌打造等方面取得積極成效。未來，貴州將充分釋放公園省與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互補優勢，共同開拓國際旅遊市場。在自由洽談環節，雙方代表圍繞航線串聯、產品包裝、宣傳聯動等具體議題展開務實交流。澳門多家旅行社提出，希望貴州方面能針對港澳遊客偏好，推出更多適合短期停留、深度體驗的精品套餐。貴州方面則響應，將結合港澳市場特點，優化落地服務，提升接待品質，並為港澳組團社提供更多靈活的政策支持。同場，業界代表深入洽談，推動務實對接，